朝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3年。他用这1生以内时间，1000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。嘅故事原来在佢的心中，突然之间，嘅远方的故事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亚庇。嘅远方的故事。响起，同爱讲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事。嘅远方的故事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亚庇。远方的故事又响起，同爱讲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事。酒要啉的啦，该除的事情要除的，唔做得规个。该样的，伢留到了未啊？也本上就我工作室啦，我唔带样啊单啊。哼，我同讲，你底下条多个少你，你底下又变做个贵妇。离开你的特品啊！个叫样呢？爱恋爱是个喜欢的人哦，就无法度爱的。咱相爱样哦。难怪啊，连闺房都看不起你。哼，你这个欧阿毛，都扛到了位啊！唔到哪了，请爱啉酒啊，请爱麻烦那样啊。我今日要同妈讲的呀，我同讲，我不讲了，又给导演讲你，你又给看，给导演讲又给歪，哼，你当我头上，
连毛拢爱动死啊！你是来演干吗？来啊！我同当做好朋友，我阿妈同讲了就吧。同讲，唔当救咧，你知无啊？白沙，为到你，怎么无好伊了讲？你哪来吓到来啊？你有谈到吗？有谈到无啊？我想你来啦！我鬼不是唔顺讲，应该是假事。唔知啊，你有好多难意啊！最少啊，我弟啊，一间又咪讲伊啦，我抢伊，一家看面一家啦。你想我上大呀？来啊！不要，我无同你大象，我mond到有自己啦。你快点出来！给我出来啊！你跟我干呀！你就喊我本事，你还有本事啊！就要同妈嘛，同鬼同同鬼，同鬼同同鬼啊！你干什么关牙齿啊？牙齿在我关牙齿啊！来同高你啊！你走啦！那你们看事情哦，唔是你讲啦，嘿，吹条的话，这里快要被中国人看啦，真的不是你用啥看戏？阿姨呀，阿姨，出来啦！谁你在失班啊？干嘛来啊？什么办哦？俺问你，给我事情进来的目的要做嘛干哦？你讲啊，海上面啦，我去加的啊，迄嘛向他倒掉啊。跟你讲你就小心了，给骗你的嘛！哪有问题啊？伊讲大上面这是很多啊。不懂这种事情，你们当然过来同我讲一声哦。你按他常做嘛干啊？嘿，你这卡将政府的事情搞本意呢？你这卡吼，你有冇对伊个顺便交易？伊还个做唔错事情啊？你做嘛干蚂蚁啊？我差搞几啦，你都是做嘛干哦？我托因公司去哈，案件但是含伫啊，我看你哦，迄条事哦，不欠死的啦。你的欠片太多啊，那田公用啊推了一套的嘛。有一个案简单哦，你的相关单送落去啦，你装的啦。你也昨个你算哦，超值啊！你同我讲，你终于要做啊？个田公用还打边头，边也给了。从你不过来。边也记了，讲有就有啊。哎呦，你做派本意时间啊？当初你还没同阿爸好个按多年，上处实的呀，要喊你做当牛对哈。那已经不时间的啦，那你还无要求的哦？伊向员工叫考巴啥？像你做事样样哦，看出唔久后啦，你再不卡，你就会咁搞不你咯。你起来看看啊，骗你的生意啦，像咱年纪哦，已经脱离啊，严重的做歹事业的啦。该你会骗你的生意了，最多你其他向我做的事情啊。耶，失败了，耶。我做都讲过的嘛，我没做成原料，偏偏都唔通啊。但係哦，我全部都唔愛啦。見過骗人的生意又慢又慢，你終於騙人的生意了，可是你騙人的生意關人家公司啊，做乜還騙啊？你講乜嘢啊？你小朋友啊！叫生意哈，都你咪翻咯。我當時三個，仲係天然了，邊家公司哦？
啊，你唔像我做的啦，该是鬼啊，唔像我鬼心魔啊，哎呀，我人都厉害，哎呀，还是我做天龙的啦，其他的我全部唔好啦，是他根本吃多了，做了办法啦。哎呀，唔像同做生意的啦，鬼了，变鬼了。好的啦，其实你哦，关门竟然这么贵啦，也还有本领骂谁哦？假使心意哦，发生哪个事情，我看你哦，你有干啥？心意呀，心意哦！夜烟风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落。晨曦，你有冇来？你叫佢讲唔到了。你天迄龙对平路上大，不然妈妈好。我有可能讲这件事啊，不过我这有咧佚佗，我创一只，就这样孬种啊，错的啊，我同阿爸闹翻的，我唔想故意的。跟等于国心啊，那于孬种。哎，你莫讲这话话。真的？你安拄吼，你根本就唔想贵，哪面唔想贵？上面啊还有空的健康，无安尼根本就带下回。错啊，桂芳啊，你有冇按欠得品啊？吼，唔会再同我讲句的。我以后已经攞去动作4年嘞。哎，唔去人爸公司，我做乜个？我以後想去高雄尋條路啊。高雄？錯啊，反正哦，你也冇買錢啊。最慘的哦，該時節買創業貸款哦。憑良心講哦，真係冇我爸做唔定啊。佢唔支持我啊，我一天想去尋條路啊。來支持，精神支持。我感覺天公爸同安尼曉到安泰，唔講樣誒，唔好半安尼無路好行，無安尼太浪費社會資源。我看你哦，迄考試考太多的啊，專門講話咧，冇消費資源。其實我記起一件事情，我唔打算再考試誒。啊？你唔去考試，咁你要做乜嘅啊？今日未少啊，我還要考執照哦。我有希望啊，我先考到有執照，我想安尼，我就可以同其他人講，來推薦我哋對個未少。還是點喎？也係唔啲，不過都是做啲嘢啊。按樣咩好啦？啥唔好咧？其實我嘅未少哦，係龐總來投資嘅，我以後真想多賺一點嘅錢，同本錢賺來，同本還本嘅。哦，咁你喺嗰度幾分啊？幾分子，從細到大做乜嘅事情，做咩都無卡，當場等於佢付出。桂芳，你喺嗰度幾分子嘅事情咁通，你還想我同你比啊？攏有，我感覺我應該多做一點事情。冇，我越來越想米蟲，我是冇安尼過一生呢。係咩嘿？我當啊，想我做條事情啊，我係把看啊。不過，總會做出來嘅事情啊，都同上嘅啊冇同樣啊。新喜啊吼，迄面就幾片尋鬼房的啦。哎，有人說，也講啊吼，我騙過去尋佢啊。冇關係啦，遇到那就好咧。啊，用人講，因為同新喜吵到暗用咯。當初哦，我新喜去夾巴雞啊，就會怪勉強啊。心無變到嘅事情哦，用會做會好誒。
今日做唔得吼，妈姨妈都照摕啦。无安尼啦，恩爱吼，伊同永彦哥提出讲良机无哈？哦，唔好看伊平常暗好讲法，迄讲拄到夹来嘅事情哦，伊哦就像牛腔嘅暗硬好啊。一听哦，爱生意嘛该都谈伊嘅。不过生意也改善忙啊。算的啦，我哦无想爱管你用子牙嘅事情。上唔过呢，你做咩就生意呢？一家两家啦，才让你不认识。错，几份意思记记无？那也唔知讲，你倒带选唔选嫁嫁？一统天发，选嘛该喏。特别遐穷样啦，我吼免伫后今仔日我行去食健康嘞。情绪拢改善嘛，拢改善来你讲你嘞，无影响用呀，唔可以再你下夜吧，早晚要来看面啦。顺伟打电话跟我说，彭君安找人帮他卖房子。我想你以后是不会再回来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跟他回美国啊，要是运气好，也许可以把这一切都忘掉；要是运气不好，我就带着这个包袱跟君安过一辈子。这真的是你要的生活吗？我们客家有一句话说啊，你救他乡边孤雄。我总是会习惯在美国的生活啊。你明叫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担心你这样回去，迟早会疯掉的。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？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，我不懂，你为什么还要委曲求全？你明知道这样下去是不会幸福的。对于一个没有父亲、家里又没有财产的孩子来说，要在短时间内让这个家再站起来。这可能是唯一的方式。你去过永福新的民宿，你应该会了解。我并不同意你的说法。你从小在都市长大，要在国外念书，这种感觉你是不会懂的。我可能不懂，但是我起码懂得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啊。如果你连这一关都熬不过去的话，又怎么去面对其他人呢？我跟君安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，在某个程度上，我还算了解他。我想我还可以应付，毕竟他并没有背叛我，而是我背叛了他。桂芬，再见到德平，请他忘了我，一定要忘了我。同样的事情不可以发生第二次。我知道了。桂芬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你的？
上车吧。夜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我来这里之前去看过桂芬，他还好吧？我希望是。你想问什么，直接说吧，不用顾及到我。彭俊安有没有对他怎么样？彭君安对他很好，这是他说的。我可以帮贵芬解释。给我回去！真的没事，台湾人不都是这样？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，只要过去了，就一切云淡风轻，就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你会相信这种话吗？可是你不是也开始工作了？你妈跟我说，你去文物馆的时候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是啊，工作总是要做的。德平，你没事吧？对了，我这次下来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，我有笔生意要给你做，我要一批伞。抱歉，我已经不做伞了。黄小姐，你就把这里当做是自己的家，那你就先休息，我们先回去了哈。不交易，谢谢哦。哎，桂凤啊，有戏的啊，唔记得要做慢哦。不交易，谢谢哦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让郭德平愿意做伞呢？你来干什么？现在不是你跟我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知道郭德平放弃做伞了吗？你来做嘛？就啉啉酒啊。德平哥，你让同学水了。咁无做诶，同时当然我叔叔啊。对平啊，做嘛还唔做啊？如做得咯，唔同把天数做成哩。昨晚下一天就要去去做自杀啦。啉酒啦。唔看，这边还冇友谊哈。对平，还是无想我上大。内面无像我上大。哪咩啊？做唔得，阿姨喺地后，我无满意。你袂
会生人呢，舅妈无欢喜的。我赞成闺房的讲法啦。老到咱呢，只可以往迄几分子哦。闺房，你咪讲好咧咩？莫同对面人讲咩？我看到有钱啊，我未太高，做满负担去，佢三十不是什么？闺房，你都咪讲好咧咩？好啊，同你讲啊，用一条发脾气喏。讲没有云堂一批啊。来就想要买一种神法的方式，感觉你经过人同意啊？对不起，你做嘛还好，日天一间比一间哦，本来关心的人哦，永远都较心痛啊，难怪哦，这鬼王哦要败欠啊，哼！放不出来，爷爷出发，朋友会讲得出。有人啊，你还在做 QQ 啊？无操奶啦，也才损失啊！今年来哦，罚很多钱，咱想办法补回来啊。哎，你还无几来水无？你都唔管啊？这球没带用付去。今日要3年个无卡呢？哎呦，你个豆带迄措施重要，还迄哪里重要啊？我来运用该使。唔管用诶，你要讲批发啊！你大身份你来，就唔爱回来哟。给什么去做嘛该啦，咱无想插去啦。哎，你回来了？你无爱来，我爱，我爱看你做唔得啊！我感觉做嘛事情都唔顺。有咩嘢问题？你都发埋脾气啊？我唔想发脾气。哎，你讲用前条路前怎样啊？而家忙小事啦，错啊！人家同西炒，你一欠唔得啊？聽講呀，我同強醫茶紅看看啦。哎，迄醫生前無條路，有乜鬼嘛？你唔想話帶到了未啊？我又沒個意思，真係按你咁好，你阿爸媽會聽我笑。冇啊，我一騙你上吊嗎？人嘢哦，沒有翻過屋企哦。騙你上吊，當時迄個你係唔錯貨，可能讓我同條架交替。誒，人看唔起我哦。錯嘅。誒。好，這樣看，哇！屌娘個！唔知咩啊？我就係。喏哎，看到来安心的哦。你等一下同我講好冇？佢捱哦。你喜歡講嘛？該哦，夾講啦，然後事情我會做啦。捱迄講哦，佢生氣同閨房啦。你先同唔講哦。捱哦，唔可以改裝伊閨房哦。既然倒來想講嘛，該喏。捱講迄生氣伊吼，
我相对用福兴起人哦，我去成都入尾哦，就无爽快啊。这就唔是讲了，这对方某一天哦，会同意同样模样嫁过来。不过生意中意啊，我有嘛个办法？这你的意思，我会同你慢慢看得出吗？我早就问过了啦，不过对方哦，机车嘞。很用的啊，我定个生意用嘛个唔好啊，一定用嘛个好劲的。这唔系阿姨好唔好嘅问题啊，迄对方哦无想去嫁啦。搁再讲哦，对方要靠你啊，兼要嫁过来哦，不幸福哦。哈，奇怪咧，一下二条嘅意思吼，你讲来迄个暗恶嘅假娘系冇？竟然可以，我讲你用去听听咧，就按恶。假使我模样，一定唔会同意佢嫁过来。好嘞啦，我哦先同事算睇啦，等一下再处理你的事情。哎，记得吼，为头摆都也好，恁两子也就因为我一个无讲理嘅人啊。不过哦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唔管我做乜嘅事情哦，我全部吼喺为到也不卡。好啊，我知。错啦，这阿姨的拄金布表到哪去呢？我样寻唔到。你请杜云不做乜嘅？唔係講愛等到年死，一下就係拿本嘢哦。唔係啦，我要用到，等下拿本來。吼，唔可以这样讲地位啦，一下连茶行我都唔得去耶。无，佮用送的好啊。可以耶呢。唔是啦，刚阿姨茶山呢？等一下，用啊，看到你咩係冇？你心肝都係廿爸冇？爸，你阿媽態度啊，我不係想講。用你說，新宇，我關於高雄面試啦。唔是佢啦，爸，你唔是讲的啦，我无可能故意哦通天數啦。新宇，我從頭到尾其實講過，我你故意通下天數。哪去啊？吼，新宇，那你好唔定啊，有錢啊？你阿我同阿妹啊，等寫個時間同抗嘅啊。本來想講哦，等於接水眼講幾個時間先半年。既然堅持去搞最創業啊，之前哪去用？不過以後嘅成分哦，可以設計，但同阿妹無可能同意天數啦，點啊？爸，這英語答案哦，但是偏遠不考，你敢強？阿妹才不考電影。爸。新宇，那第一擺看到有唔爽，還有高興呢？哼，該是我爸啊。你还在？桂芳跟你妈都没有跟你说吗？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是你浪费我的时间。我在台北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，专门代理国内的艺术家。我不是艺术家，你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你有潜力，我也相信自己的眼光，而且已经有人下订单了。到底要怎么样，你才肯离开美浓？直到你愿意接受我的订单。郭德平，我会一直跟着你，只要你愿意开始从工作才为止。哎呦！不要说话啦！等一下啦，我係感受下啦，你幾來嘅感覺哦，很好哦，冇想到哦，最重要，係你幾來了，你公司。哎，
搞清楚哦，迄nhà公司，咩呢公司？倒是者啊，还要请人归来啊，人也天秀啊。我还有一件事情哦，嘿嘿。也对喂。也对哦，迄件事迄我系基本客户感谢先的啊，我无记。贵宝。贵宝，多谢你呢，多谢你啊，无同你就算了记出去啊。唔当然后呢，要迄双系聪明，啊上会多。我弟哦，你廿8个片哦，一天带无够。伊也对客户哦，有迄个1年按3万个成果，迄安尼哦，做风险法，做真金摕浪费的啦。所以哦，就摕退留下了。贵宝，多谢你。没想到你对我安好。我本来就对你当好啊。不过对德平还那好啊。你做嘛伫按风险的时候，讲到几张年？讲到德平哦，金片做假哦，按了比金片无用啊。我讲的意思啊，几种年哦，大摆做无太平俗。德平哦，唔免再个做假哦，按了强求机哦。金片讲了呢，佢对一个咱摆的想法哦，没有想法啦。按了旁边的人哦，照顾佢吧，没无用啊。有嘛想法啦？也系佢对用户权的真人呢，咩迄爱妈妈教本佢的真人呢？不过哦，我不能再继续讲下伊哦，再讲法，我做哦。假使唔懂啊，天数的法哦，我要开到超过安年爱啊。假做可能自家让我做啦。害唔怕？开工啊！哦。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受到干扰了。我只是跟着你，并没有打扰你啊。我就待在这里。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放过我？你真的打算这样跟我耗下去？不要乱动别人的东西。你真的舍得把他们放在这里？我妈问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吃饭。他这次好像真的很下心，不再碰纸伞了。不一定，要给他一点时间。你不是一直很喜欢他吗？你可以鼓励他。我已经不想再理他了。我也劝你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没有用的啦。不，我相信一定有办法可以让他重新开始做伞。哦，对了，你跟新奇的电脑公司，他的电脑公司。谁的都无所谓啦，我就是想请你们帮我弄台电脑。你真的要留在这里？起码还要一段时间。德平啊，是个很固执的人，要说服他，真的需要一段时间。
知道我这样拜托你很不应该，但是请你想办法帮我拖延时间，千万不要让彭俊安带桂芬离开。好吧，我等你的消息。郭德平，拜托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黄君倩，你这个玩笑未免开太大了吧？你不要我去打扰你的生活，难道我自己出来晃晃也碍到你了？你跟你老师说完话了？就是我妈跟你说的。哎，你就这么走啦？你这样做会不会太不够意思了？凡事都有一个限度的，我已经开始对你不耐烦了。既然你心情不好，那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。走吧，走啦！哎，你看广荣星就在这里耶。如果你想要找人签约，可以找曾先生他们家的资产口碑很优的。我有考虑过啊，我最佩服他们夫妻，很清楚生命的使命是什么，不像有些人浑浑噩噩，永远把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自爱自怜。跟这么有生命力的人一起工作，世界就在我们的脚下，你知道吗？难道你看到人家这么努力经营自己的生命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难道我根本一开始就看错人，还是我所认识的郭德平已经变了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命的方法跟权利，我不需要跟你报告吧？好啦好啦，来滴啦，来亲了。贵房贵来，来先挂电话好，拜拜拜拜。半年对吧？跟米农贵社会欣赏啦。错啊，原来按导演哦，有研究啊？错啊，來，你已經冇負債。多謝咧，多謝。同我講要做嘛？也係人爸媽錢，又冇哪個錢。哦。好啦，東西做好，我先歸了。貴房做唔得啦，做唔得。媽個東西做唔得。佢哦，有事情忙做體啦，你等下下好冇？唔做唔得，我等做嘛。佢今日暗晡啦，我請你食飯啦。拜託啦，幫我隻機會哦，好多謝你啊。我歸讀書啦，我考這呢，唔記得了。你隻暗晡啦，唔穩樣。小星希，你點樣樣呀？看你樣呢，你係咪有乜事情冇同我講？还真的帮你做哎，你家那个意思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说贵芬啦，就算你丽佳阿姨离开我，我还是会照样继续工作的。小星希，你不知興我，你這當電影味呢？貴房，咁講係當日船港度，係專業聽暗陽面嘅嘢啊！也是天生風湧來。
人我较天野，点点打开一个天窗，雨落雨莫要下，嫌伊半夜早开归花花，半暝梦加天沙。